Hello，歡迎嚟到修行及顯化指南。我係日出，高興見到大家。大家今日過得好嗎？唔好就啱啦，唔好就入嚟聽下點樣由唔好變返好啦。因為呢一個係關於一個修行自己嘅頻道啦。總括嚟講，咁修行其實入邊有好多範疇嘅，包括你外在點樣對人係一個修行啦，咁然後你內在了解自己又係一個修行啦，咁然後你了解自己內在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部分，有唔同嘅面向，包括你了唔了解自己嘅情緒系統係點樣運作㗎啦，然後你嘅信念系統係點樣運作㗎啦，然後你點樣可以有效打開你自己嘅黑暗面，但係又唔驚俾佢淹沒，你係可以有效咁樣去逐步逐步咁去清理佢啦，或者打開一啲你冇諗過嘅一啲潛能，或者某一啲以前你覺得自己唔會係咁樣性格嘅一個人格，你都可以喺你內在連結到嘅喎。咁然後嗰啲你壓抑咗一啲黑暗嘅部分，將佢清理啦，然後一啲對你有用嘅潛能嘅部分，你又可以將佢打開嘅喎。咁諸如此類呢啲咁樣種種唔同嘅面向，你內在自己唔同嘅面向。你點樣進入自己內在去連結佢？其實係咪要學啊？咁所以呢，個架構成個基礎係好緊要啦。如果唔係嘅話，又驚會唔會收到側埋一邊啊、收偏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對修行同埋療愈自己有興趣嘅人呢，就要學一啲基礎嘅架構同埋理論啦，去 support 啦。令到嗰件事係你既能夠收到有一個超越嘅狀態，你係可以超越呢個維度嘅，但係你同時亦都能夠喺嗰個超越嘅享受入邊，再次翻嚟去服務呢個世界，同埋享受你做人嘅過程，咁樣其實都係一種修行嚟嘅。有啲人好想修行就係、簡單嚟講就係出世啦、離開啦，有啲人就係好入世嘅，即係不停去做好事啊、去服務啊咁樣。咁其實出同埋入呢，你要兩邊咁樣不停去收，你先至唔會收偏咯。你不停做好事都係收偏㗎，因為咁樣就係做好事咯，咁樣唔係修行嘅全部。但係你不停離開都係偏㗎。就係出世入世嗰個平衡。咁 anyway 咧，我哋都係分享一啲架構啊、基礎架構啊，等你了解下點解你會喺度做緊人啊，同埋你入邊成件事係點樣運作啊咁樣。咁啊 OK，我哋繼續講自序，個人實相的本質，自序嘅9:49，自序嘅9:49嘅第3段。如果有興趣聽翻前面內容呢，你可以聽翻前面啲集數啦。咁賽斯呢，通靈落嚟喺呢度講呢，佢話人呢，其實天生係有一個有意識嘅心靈嘅，叫做意識心 （conscious mind）。咁我會將佢好簡單咁樣譯做頭腦。你自己讀，如果有興趣讀呢，你將佢變翻做頭腦，你將呢個字變翻做頭腦，你就會好容易明噶啦。之後嗰啲嘢。咁我係咁樣演繹啦。人呢，天生呢有一個有意識嘅心靈叫做頭腦，而人呢又將呢一個頭腦賦予咗身為人身嘅自己。即係呢，你意識到自己係一個人呢，同你有冇意識到其實你作為一個人係去用有意識咁樣去用你個頭腦呢，其實係兩件事嚟嘅。依家其實呢個可以話係修行嘅第一步咯，因為你其實你最熟悉，頭先我哋講嘅咁多你自己內在唔同嘅部分，其實你最熟悉嘅就係你自己個頭腦。咁呢，修行開始其實就係由頭腦開始修。
咁然後你首先第一步咧，你要意識到咧，你一路都係好容易就會無意識咁樣用咗自己個頭腦。你係喺度嘅，然後我而家決定用我個腦，係啦，兩個部分嚟嘅。我有一個作為人嘅我嘅認知，然後我呢個作為人嘅我嘅呢個認知，而家決定去用呢個腦啦。我用緊我個腦，我用緊我個腦，係兩個唔同嘅你嘅部分嚟嘅。OK，咁點樣為之我哋無意識咁樣用緊個腦呢？就係你一下俾嗰個外在一拉走咗，你即刻去咗反應呢，你係忘記咗有一個我作為一個人嘅狀態，咁樣翻嚟定住喺度嘅一個感覺，你係冇咗嘅，你係拉晒入件事嗰度嘅。如果件事係令你產生負面狀態嘅話，你係冇咗嗰個我其實係對應緊一件事嘅。你冇，你係哇咁樣入咗去發癲啊、嬲啊、唔開心啊、擔心啊，咁樣入晒去。你係咪入晒去嘅時候，你係咪完全喺晒個腦嗰度？個腦不停運作，你係冇咗我作為一個，我係一個人。然後我個腦而家發生緊咩事？然後我點樣用個腦去對應付呢件事？係咪有唔同嘅層次喺度？其實，哇！呢啲嘢要用語言講真係好難解釋啊！所以我就要拍片啦，一句已經要解釋咁耐。反正就係你個腦其實有咩功能呢？你個腦呢係要主宰住自己或者人類啦，創造出嚟嘅所有嘅嘢嘅性質、形狀同埋形式。每一件物品外在世界，其實佢哋係咪有佢哋自己嘅性質？軟啊、硬啊、凍啊、熱啊，跟住發光唔發光啊、靚啊唔靚啊，諸如此類啦。形狀啦，形狀唔使講啦，形式啦，佢係點樣運作嘅？佢係有乜用途嘅？佢係點樣砌埋一齊嘅？係啦，佢係可以幫到你啲乜嘢嘅？咁呢啲咧，全部係你個腦要認識咗，先至可以有意識咁去運用佢嘅外在嘅一切。OK，咁然後一啲軟性嘅嘢，除咗物品之外，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呢，你係咪好似使用一個物品咁樣，可以去有意識咁樣由個腦嗰度判斷呢個問題，或者呢個有問題嘅人，呢個有問題嘅事，佢嘅而家呢一刻佢個性質係乜嘢？成件事大概個脈絡或者個形狀係乜嘢？然後佢而家發生緊嘅時候，佢個形式係乜嘢？然後我要去參與呢件事嘅時候，我要以乜嘢嘅狀態、乜嘢嘅形式、乜嘢嘅情緒等等，去同呢件事或者呢個麻煩嘅人去互動。你有冇真係翻嚟你自己，然後有意識咁用你個腦去掌控、去分析一件事、一個人嘅性質、形狀同埋形式，好似分析一啲實際嘅物件咁樣，然後先至去使用佢，同佢互動。呢個就係你個腦嘅功能嚟嘅。但係咁好明顯，我哋好多時候就係冇做到呢樣嘢啦，一嘢就拉咗入去啦，係咪？就算有時你狀態唔好，你使用啲物品嘅時候呢，你都冇咁嘅耐性去慢慢話啊！我而家使用佢嘅性質啊、形狀啊、形式啊，佢唔就手嘅時候，你發脾氣，你都禮手掟啦、劈啦，係咪？哇，唔好用啊咁樣，即係你可能其實你解咗個結啊，少少嘢整一整啊，佢就冇事咯喎。咁就係呢，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個腦呢係一個失控嘅狀態。點解失控呢？因為你就係冇分開咯，你冇分開，我係一個人，我用緊我個腦，而唔係我個腦喺度不停咁樣用緊我自己，消耗緊我自己。哇，好辛苦啊！咁樣講，即係講，如果我要講一版，我諗我講到喉都沙埋。好，跟住因此，嗱，你個腦對應外在已經有物質同埋人同埋事件，你可以咁樣用你個腦啦。然後呢，佢亦都可以對應你內在嘅你個頭腦，因此所有存在於人深層次嘅渴望，深層次嘅渴望即係，有啲你覺得，你唔知自己點解咁想要啦，係啦，你想要有錢，你想要有伴侶，你想要話去就去嘅旅行咁樣，或者你需要裸跑咁樣，
忽然間好想攞跑咩？即係有啲係你好希望要嘅，你允許自己嘅；有啲就係你好想要，但係你唔允許自己覺得唔啱嘅。係啦，深層嘅渴望，不自覺嘅深層嘅動機，我好想忽然間去殺人，我好想忽然間去推冧晒啲嘢，重新嚟過。我建立緊嘅，我而家唔要啦咁樣。深層次嘅動機，或者我唔想去好啊，我想去衰啊，詛咒佢啊咁樣。以及咧未曾言明嘅、未曾言宣嘅驅策力，全部咧其實喺你內在咧，佢哋會上升到你頭腦嘅層面，俾你嘅頭腦去發現嘅。咁咧就等待住呢個頭腦嘅認可或者否定。並且咧呢句好緊要啦，並且等待住佢嘅指揮。即係話咩呢？你入邊嗰啲你湧上嚟嘅好巨大嘅衝動啦，簡單嚟講，動機啦、渴望啦、衝動啦、驅策力啦，佢一湧上嚟咧，有啲係你覺得可以接受嘅，你個頭腦；有啲係你覺得唔可以接受嘅，你嘅頭腦。然後其實你嘅腦咧係有能力去好似控制外在嗰啲物件嘅性質、形狀同埋形式咁樣咧，去控制或者去探索啦、去了解啦呢一啲衝動渴望嘅性質、形狀同埋形式嘅。透過去了解佢哋點樣去運作，其實你個腦係有指揮佢哋嘅能力嘅。咁所以如果你練翻呢個指揮嘅能力，依家賽斯就話其實我哋咧俾個腦拉走咗咧，我哋唔記得咗我哋個腦先係指揮嗰個人啊。咁咧變成咧我哋好容易去壓住咗我哋內在嘅深層次嘅渴望同埋動機，因為我哋唔識得點樣處理啊，因為佢太過強大啊，嗰個爆發力，我哋驚咗我哋自己入邊嗰個動力嘅部分啊。咁嗰啲你當然啦，有啲嘢你係唔可以做噶啦，譬如攞跑，譬如殺人啊咁樣。咁但係你個腦係有能力去指揮佢嘅，然後去調解佢嘅，然後你就慢慢要喺呢個資料入邊去學點樣運用你個腦嘅呢個能力啦。因為我哋個腦就係唔記得咗我哋可以咁樣做嘅，我哋就係一個衝動一湧上嚟就哇唔得唔得，我唔可以有呢個諗法。哇唔得唔得嘛，我好想啊，但係呢個諗法我可以有嘅，但係你個腦就即刻有反應話，但係唔可能噶啦，因為我唔可能會再有我想要嘅生活噶啦咁樣。咁你個念一升起係咪好快啊？咁你咪唔記得咗你其實嗰個衝動一升上嚟，我好想要呢樣嘢，你去指揮佢，你反而你係要允許佢嘛，允許佢出現。咦，你係可以嘅喎。有乜嘢拖住咗你唔想再試多一次啊？你入邊其實嗰個衝動，你一發現啊，我好想要變得更有錢，但係你話啊，我唔想，我唔可以喎，我覺得我自己冇咁嘅能力喎。你個腦去探索佢，你係咪繼續去揾？其實後邊你以前發生過啲咩事啊？我點樣可以？你既然你個渴望係咁大嘅時候，我點樣可以解咗你後邊嗰啲拖住你唔敢發生嘅嗰個枷鎖，或者你以前嗰啲失敗嘅經驗，我點樣去解開佢，令到你呢個渴望可以真正出到嚟？你個渴望一出到嚟，就會令到推動到你繼續有一個新一步嘅行動㗎啦嘛。咁其實你下一步嘅行動都係用你個腦繼續去向外去發展你自己嘅啫嘛。咁所以呢，其實呢，你入邊湧出嚟嘅所有嘅嘢，簡單嚟講呢，就係你個腦其實都係有能力去指揮佢嘅。你要學嘅呢樣嘢係，好似你要學點樣運用一張凳、一隻杯、一眼電燈，點樣開個掣，然後佢就會發光，係咪？張凳唔係愛嚟俾你當啞鈴舉嘅，係俾你坐嘅。呢啲其實基本嘢就係要學咯。咁所以你點樣處理你入邊呢？就係好似一個 BB 學點樣坐凳，點樣飲水用杯。你作為一個修行嘅人呢，就係學點樣用你嘅頭腦。作為一個有興趣療愈自己嘅人，首先亦都係學點樣去運用你嘅頭腦。
然後先至去再講下邊等等等等好多嘅，你其實有個心嘅喎，其實你有個純粹嘅存在嘅狀態嘅喎，你個腦熄機其實你都可以，你唔會消失嘅喎。咁呢啲就係其他啦。講唔講多段？可以講多段嘅。意識心呢，有主宰呢啲東西嘅全權㗎，即係頭腦，你叫意識心，你將佢譯做頭腦。頭腦呢，有主宰呢啲嘢嘅全權嘅，全權喎係你諗下，依家你個腦係咪經常性被拉走？你依家係個權力嗰個，你個 power 係基本上係得可能5%度咯。你係忽然之間一日入邊可能得5%嘅時間係，係喎，原來我可以有意識咁樣諗下一啲好嘅嘢嘅喎。你其餘嗰95%咧，全部都係發咁樣，咁搞唔掂。所以你要改變自己個命運係咪好難啊？因為你個腦不停產生念頭，然後不停產生情緒，然後你又唔去理下呢度咁混亂，又停都停唔到，跟住你就避開佢啦，不停我同外在世界互動啦，揾 friend 啦，開心啦 ，we 嗡嗡啦咁樣，唔係 we 嗡嗡，起哄嗰啲叫咩啊？而何虛啦咁樣，即係反正咧咁咧，你要修行，要創造自己實相，要令到自己越嚟越開心咧，係有啲難度啦，因為你個腦停唔到啦，你唔能夠有意識咁樣去用佢啦。哇，咁樣又講咗16分鐘，就呢度就停啦。去到第5段嘅第一句，1、2、3唔係第4段嘅第一句，記住個總結就係，其實你個腦係有主宰外在世界同埋你內在所有深層次動機渴望，無論你允許或者否定呢一啲嘅動機渴望，無論你覺得佢好或者唔好，應該或者唔應該，道德上係有道德或者不道德，所有呢啲衝動，你可以去承認佢或者去否決佢，認可佢或者否定佢，你有呢個權嘅，你個腦係啦，攞翻自己個主宰翻嚟，然後慢慢就學點樣去解決佢啦，就係咁樣咯。咁我感覺上要完啦。呢個資料呢一段嘢，其實我覺得聽2、3次都不為過啊。即係你而家話啊，我唔知道我可以點樣喎？你淨係話俾我知有一個我有個權可以控制喎，咁我係控制唔到啊嘛，係咪先？咁咧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呢一段嘢，你其實聽2、3次咧，你就會慢慢翻嚟噶啦。係啊，你個人會咁樣，原來我有個腦對應緊外在世界嘅人，原來我有個腦對應緊內在世界，我自己入邊一嚿混亂嘅嘢湧上嚟，我係有個腦清晰可以睇到佢嘅，唔係佢一湧上嚟就避開，或者唔係佢一湧上嚟就撳住佢，我唔識處理。避開就係拉開個注意力，我唔理，撳住佢就係我知道有，但係我壓住，我唔俾佢表露出嚟，我扮冇，又推佢去無意識，咁樣你聽2、3次，係啦，頭先嗰段嘢，然後你個腦你忽然間就會醒翻少少噶啦，之後再慢慢學點樣處理。哇，個日頭都差唔多日落啦。好，我哋下次繼續。係啦，咁又講咗一段啦，耶！多謝大家，我係日出，留意呢個 channel，係啦，咁繼續分享更多關於修行同埋療愈同埋轉化信念同埋顯化嘅資訊，再見。